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阁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袂说哩。好比讲，咱来甲想农村社会，饲鸡饲鸭，家家户户满满是，所以用鸡仔比拼世间万项的作物，这款俗语话原来真普遍。头一句咱来讲鸭鸡唔正富，老爸做律师啦，做甲社会人人都真懊恼。干那逼查某囝讲，你甲我加丁考几年啊？考法律系敢唔好？结果这个查囝，伊心内咧干那想要做艺术家哩。嘛有迄个老爸做医生，咱嘛看了看，叫后生讲，考较侪年，我就互你考，一定爱甲我做医生，咱的家族啊，才有才条光耀门楣。哇，鸭鸡唔正富，较早的台湾人真正讲，鸡仔你踮遐用个鸭，伊敢富能上，嘛是无嘛，表示讲。强迫的无效啦，啊，共款鸡仔咧做比拼，另外一句俗语话，搁较来讲妖鸡会软壁空，咱知哦。咱知影原来有一句话咧讲妖鸡就无小锤，锤啊甲讲，伊逐项有通捅的，有通食，伊就要加去。妖人无小面底皮，毋则走江湖的人定定开场叫花的时阵讲一句讲，来，人讲巴肚若枵，就全部数；巴肚若饱。就无半步。小弟国政今日拍一套拳头，甲朋友交陪，煞毋知影出外人三不变。大家若感觉讲我功夫好，无少讲腰鸡软壁空，淡只漏开献跳啦。吼，当然国政是无才调，讲真正拍拳头互你看。毋过想过去的俗语话，真正来，真正搞比拼。过来第三句。同款甲鸡有牵连，老爸咧讲掠鸡惊山猫，这原来我去日本时代台湾风俗志内底变出来，让日本的专家谈这句话边个加注解，写另外一句讲牙讲腿啊讲下头哦，啊那毋着足听讲甲老伙老弟对嘛，敢有可能做迄落自吹死路的代志，无毋对。掠鸡去惊山猫，压掉来你当然就无过眠度稳啊。毋过，佫真感觉讲安尼，真感慨。农村社会俗语话，因为时代变迁，因为政策的错误，即马少年家已经真罕得会晓讲啊。就佫真个邀请解文说理这个节目，看好条对好条，咱甲过去这用动物比拼世间万项作物的俗语，拢总捡起来，拢总甲学起来、捡起来。